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对啊，这礼拜呢，咱同款是邀请到阿昌来甲阮小解这个 Henry VIII，亨利八世甲一个手着王朝的一个故事。啊，顶礼拜有讲到讲这个亨利八世伊为着要甲因某死头路，毋是伊要甲因某相死。哦。继续。可是好，嘿对，所以伊就来看这个罗马教廷来这个切八段吼，要切的啊，所以呢，咱伊就引起这个所人讲的这个宗教改革吼啊，咱咧讲这个英国教会来脱离罗马教会这件代志的英文叫做 English Reformation。啊，其实这个宗教改革呢，当时伫咧欧洲嘛是有这个风潮。啊，毋过有一寡争吵，就是讲欧洲的宗教改革是为神学家来发起的。啊，但是伫英国呢，真正讲大规模的来做宗教的改革，是为这个王室来发动的，而且呢，是因为这个国王个人的需求，所以亨利八世迄个时阵的新的宗教的教义呢，是无虾米改的，和这个罗马旧教是无虾米差的。啊，有差就是差伫咧讲，伊甲这个宗教的头对这个教宗改做英国的国王安尼尔。真巧诶。对当然伊嘛是做真济，比如讲甲即个改善即个 monastery 啦，啊甲因遐诶钱拢收诶啥物货吼。啊，但是即个英国因诶宗教真正爱等到因囝 Edward 6世来坐着即个位了后呢，才开始来改革即个教义甲宗教内底诶礼仪。啊，遮我想要补充诶一点，就是讲，其实英国伫咧1376年，亨利八世伊咧推出即个宗教改革，将近200年诶进程，就有一个位神父 John Wycliffe， 伊嘛是咱北边诶人，伊是伫咧 Yorkshire 出世诶。啊，伊是英国头一个甲圣经翻译做英文诶人。伊伫当时都有开始咧怨叹讲教会腐败，啊有伫咧批评讲神职人员因诶政教不分，而且呢，伊讲遮个神职人员因诶生活拢过了太好啊，食好穿好，所以伊当时就是有出来批评，啊个领导一个叫啥货 Lollardy 这样安尼的团体来做 campaign。啊，伊当时是主张讲各国的教会应该爱互各国的国君来做管理，罗马教会无权力向国王来收税，而且呢，伊个建议讲国王爱来收这个教会土地，吼，毋通互教会土地，啊，建立一个无受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这规个听起来就是含咱今仔日的独立建国派的友谊的这个概念足像诶。啊，伊当时有受到一寡压迫，啊，毋过因为迄个时阵有袂少的王室贵族，还佫有百姓的帮赞，所以伊最后伊是中风死的，毋是互教会吊死的。那遮可笑。无啊，伊至少伊毋是互教会烧死，用放火烧死的啊，伊是
伊中风死表示伊是活甲真算快活的，佫会当吼，因为一寡是因为老，还是马上疯？毋是，是因为老所以死，啊毋是因为互教会处罚嘿。无我想讲，因若无死的话，可能就真正会当甲即个代志完成啊。我感觉迄个时阵时间还未到啦。因为迄当阵欧洲可能嘛，即个风潮还未起啦。嘿。啊，将近因为伊是伫亨利八世200年前来提出安尼的概念，迄是就进前诶。所以伫咧伊翻译第一个版本的英文的圣经了后呢，200当后有另外一位勇敢的天主教的修士 William Tyndale，伊呢，伊是一个语言的天才，伊晓讲七八种语言啊，伊嘛来甲即个圣经呢翻译做英文的，因为伊感觉讲逐个百姓平常时拢是用英文咧生活，但是教堂内底是用拉丁文，圣经嘛用拉丁文写的。你除非讲你有受过教育但是受教育伫当中是就少数的嘛，所以你除非你有受教育，无你就无法度读圣经。逐个可能想讲这有啥物问题？第一个是安尼，圣经的你咧读，还是讲去理解圣经，就变做是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法度。安尼神职人员伊就等于去高占即个圣经的权势权，对啊，诠释权吼，互伊高占去变做是讲遮的神职人员伊一个人讲了准算的即个威权。第二个是讲，当时的英文是互当做是足爽的语言，佮粗佮爽拢是人拢讲这是拢是错干辣椒，这是当时的一个意识形态。是毋是感觉即个故事安尼听起来有一寡俗？系啊，历史拢一直伫咧顶end咧。嘿，对，这就是咱台湾本土语言互压迫的故事。嘿，就是拢互讲你就是爽啦，就是粗啦，拢错甲难教啦。嘿，对，就是这就是一款的意识形态所以教会迄边伊看国王拢感觉讲，你哪会当甲一款爽个有力的语言摕来讲咱伟大的耶稣哈，伟大的 Maria 哈，迄是会出代志的呢。好讲过转来这位先生呢，我想来甲大家报告，伊最后呢是死甲介惨我感觉伊的死是真冤枉。安怎讲呢？伊一开始是先去问主教，看敢会当翻译甲即个圣经翻译做英文。主教当然是反对因为迄个时阵德国的马丁路德伊的改革运动，互罗马教廷会惊所以亨利八世迄个时阵呢，伊嘛无支持宗教改革，伊个写批来批评路德所以即个当时的即个英国的即个天主教的主教呢，伊两个头家拢反对伊本人当然就是嘛爱反对所有甲马丁路德同一个路线的人。煞尾呢，即个威廉伊就去欧洲伊找机会甲翻译好的即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偷偷用准送入去英国。英国的主教若是掠着，即个册摕去烧烧了伊个再出教会就再摕去烧。落尾呢，即个主教呢，牵一个生理人来合作，就叫即个生理人讲你去市面上，你去收，你去买。喺市面上的一寡英文的圣经收了你就甲摕去烧结果即个生理人呢，伊甲即个主教收钱了后呢，伊就甲即个钱摕去互即个 William Tyndale 去互伊印搁较侪英文的圣经送入来英国。这算是一个大新的故事安尼但是后来呢伊还有另外一个廖白亚的朋友有一个廖白亚呢，伊就走去
假做是即个听到因朋友，啊，甲伊出卖，互伊伫咧比利时诶时阵，互掠着，互掠着了，伊就互关伫一个佫湿佫冷佫无日头诶所在，16个月，要当半诶时间，啊，煞来呢，就互公开吊死了后，才放火烧伊诶尸体。啊，听讲是因为教会惊有人摕伊诶身躯，转去做纪念安尼，因为伊是一位真重要诶人物。啊，但是吼，是安那讲伊诶死是真冤枉诶，就是你比较一个伊互刣死诶时间，其实亨利八世呢，看这教宗宣布要切诶2冬后呢，国内诶风向应该拢是变啊。啊，这位先生呢，伊死了三冬以后，英国就变天啊，就宣布全国每一个教堂内底拢一定要放英文的圣经，大家拢会当自由的读，自由的去理解。所以我感觉这个故事甲咱讲的意思就是讲，语言就是政治。足久以后来看，虽然讲表面上这看起来是一个亨利八世的见孝代，但是其实呢，伊规个活动是一个英国来去建立家己的主权，提升武器地位的一场的改革。而且呢，安保林伫咧这内底看起来是像诶是无要做人的细意，才舞遮大一出。但是其实呢，安保林伊伫即场运动内底伊的影响嘛无少。首先呢，这个安保林他们的兄哥受到法国的影响真济，所以因本来就是改革派。伊咧伊上位开始伫亨利八世边仔食头路，结婚了后呢，就会当指派即个教会内底一寡重要的人员，伊拢会当去指派共款是改革派的人，安尼伊会当加速来改善即个天主教的势力。所以若真正想要改革啥货，你就想行入体制内底啊，就选安保林去亨利八世边仔一头路安尼啊。对对。迄当阵亨利八世做的代志是，比如讲，伊甲即个修道院 monasteries 甲因改善，甲遮个因遐内底财产啥物拢分的，所以对于迄当阵的社会来讲，大部分的人是算是支持的，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讲，遐个 monasteries 土地啦，还是讲因遐个财产分出去，拢是分遐个地主啦、贵族啊，因大概做伙分的分地吧。对一般的人来讲，本来罗马教廷拢会逼大家拢爱去教堂嘛，你若无去，你就爱罚钱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因感觉迄是一款的压迫啦。即马新的改革出来了后呢，对因来讲，伊嘛感觉讲轻松真济。还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因改革了后，因就开始伫即个教会内底使用英文来传导，含用来写圣经，算是英国家己独立的一个开始啦。嘿，还有一个是迄个时阵，因遐的monastery的财产，啥物分的，差不多互因的国库，差不多会当摕到130万磅，就是即马差不多500万，毋对，500万，就是今仔日的5亿磅。所以亨利八世为这个宗教改革内底是真正是摕到足侪钱的。迄当阵嘛有一寡问题，比如讲，因为本来遮的 monastery 因有提供一寡服务啦，比如讲教育啊，还是讲互善食人，互有一个所在通住，还是有物件通食，所以嘛有人会烦恼讲遮的服务就无啊，安尼因就爱靠家己啊。毋过嘛有一寡研究讲，因这个宗教改革了后呢，遮的教会开始较注重讲教会家己的责任，含讲咱的教会爱 open up， 就是爱开始注意这个社会当中需要帮助的人，
会来比如讲开病院啦，还是讲开即个orphanage 育幼院吼啊。上重要的是，因为较注重讲要看即个 common people，就是一般人来做即个 reconnecting 哦，开始变做是一个较加入去互社会大众接触的即个宗教。这是一寡即个英国改革以后的一寡影响。安尼其实算离开罗马教廷了。嘛算是做真侪好的代志的吼。其实整体来讲是一件好的代志啦，只是讲伫英国这互乡里百姓互伊借去做伊家己要需要的代志，但是规个来讲是一件好代志啦。伊的出发点是私人的关系，但是造成的结果对英国的影响是算整体来讲是算正面的啦。对。当初乡里百姓应该是无想到遮多，伊只想到要离婚，佮甲遐钱摕来挥泪安尼尔。你的无心插柳柳成枝啊！对。伊即马可能讲，我早就想着是迄阵你毋知影，恁嘛讲袂听，看把我足够诶，好无？我不只跟他向娶某换某尔，我对国家的文化历史嘛是有影响的。最后咱来讲到一题啊，就是讲，因为遮乡里百姓伊即款作为吼，你感觉讲对即个因的三个囡仔有啥物影响啊？因为因三个囡仔拢有做王嘛，所以因这三个囡仔对即个英国历史有啥物款的影响？敢会当请你来分享一下？若是要讲乡里百姓的子孙吼，我想上大影响就是三个有接王位的嘛。那其实也是较多讲，我感觉因为伊做一个老爸，即种所作所为对伊的三个囡仔，我感觉拢造成真大的伤害，英语讲叫做 trauma 吼。那对于第一个接伊的位的，这是较细汉的后生爱德华，伊到后壁终于有一个某帮伊生一个后生啊，这个后生叫做爱德华。那后来接位的时阵叫做爱德华6世，是迄个16世纪中的一个迄个国王。但是真可惜，伊敢若在位5年。有时啊，历史嘛是真口生吼，伊想办法要生后生，结果生一个就是6年尔结束。那即个爱德华伫咧英国历史上特别的意义是，伊是第一位用新教导的方式教养请领大汉的一个国王。所以虽然讲伊在位的时阵9岁到15岁，佫是囡仔嘛，其实是伊阿舅的家族迄边底换即个国家叫做护国公。护国公，那但是就是讲，因的政策上，因是变成讲政策上咧侵犯即个乡里百姓时代即个宗教改革的精神，甲英国杀往即个新教的一个国家愈来愈新教。那当时英国的社会其实是有新教甲旧教即两个势力咧对立的，有一点仔像台湾即种统派甲独派之间的安尼扭来扭去，迄种感觉当然理由甲原因是无共，咱无大只讨论，只是讲迄种气氛。那甚至伫咧乡里百姓伊要过身进前，其实伊有留一个继承法，就是讲伊过身了，伊的王位是爱伊的子孙仔来接位。但是即个爱德华6世，伊伫咧伊着破病的时阵，感觉讲伊可能袂久长的时阵，伊无想要互伊的阿姊大汉的阿姊玛丽1世，也就是即个乡里百姓甲凯瑟琳生的即个查某囝来接位。照即个王法来讲，伊会当接，为什么伊无爱互伊接？因为伊知影即个阿姊是死贴兼活贴，走总无顾接，无钱佮倒贴的即个天主教教导，所以伊感觉讲即个阿姊玛丽拿来接位的话，即个英国的各方延等于旧教，所以甚至伊佮互因家己的亲戚迄边的一个 cousin 叫做 Jane Grey 来，伊过身了来接即个位，但是即个 Jane Grey 接位敢若9工尔，就佮互淹倒啊，所以伫咧英国留下即个9日奉孝的一个名。那为什么伊9工了就会互淹倒啊？就是人感觉讲乡里百姓有留一个继承法内底，你毋是伊的查某囝，你只是外围的亲戚，你无资格来接位。那另外一个原因嘛是咱当前咱后一个要来讲的即个主角叫做玛丽1世。伊是1553到1558在位5位，
即个英国的即个女王，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王，所以伫咧英国伊留下的名毋是介好听，中文叫做血腥玛丽 （Bloody Mary） 粗残的 Mary 嘛。但是你若对伊的人生的即个过程来看，其实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可怜的人。你想看觅，细汉出世的时阵，你的爸爸是国王，你的妈妈是凯瑟琳，嘛是母后，你是受到大家婆婆摊摊爱戴的一个查某囡仔。结果有一天，恁老爸介意着，伊的老爸介意着伊的老母的查某囝，一个伊看袂起的下骹手人的查某囝 Anne Boleyn， 威胁因老母，逼因老母要来离婚，甚至因为伊种硬骨的，伊一直无爱叫即个 Anne Boleyn 新的皇后叫伊皇后，伊感觉讲伊的阿母凯瑟琳才是皇后，伊才是公主，所以伊一直写批互因老爸，伊的名嘛是讲伊是公主，啥物货，因老爸足生气的，有一段时间佫无爱互伊钱，伊是过甲足可怜的。伫咧伊人生，伊甲因老母上可怜的时阵，伊上大的精神来源的力量是啥？是天主教在支持伊的力量。所以你会当去同情甲理解讲，为什么伊对天主教即个物件遮尔啊始终？所以伊伫咧伊的小弟过身了，伊摕到政权之后，迄阵的人对伊是同情，伊感觉讲即个囡仔安尼出世的过程遮可怜，那伊本来就有权利来接即个王位啊嘛。伊开始接位之后，就甲即个英国慢慢佫杀转去天主教的即个体制，那当然就引起了足大的反抗，所以伊嘛杀袂少人，所以就互得到即个 Bloody Mary 粗残的 Mary 即个名。但是咱若严格来讲，你要对英国的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台比伊佫较侪统治者足满是，只是讲感觉伊是第一个女王，所以讲人就用汉镜、用放大镜来甲伊看，就讲我感觉玛丽是一个足可怜的女性啦。那以伊的人生来讲，那这对伊的宗教上有啥物影响？就是讲伊对天主教是打足安的。那即件代志，因为后壁英国是变一个新教的国家，所以伫咧历史上对伊的即个评价就袂讲介悬啊。那婚姻上呢，我感觉伊这就是又搁来骂亨利八世，即个老爸真正是足夭寿的。正常来讲，出生伫咧王室内底的后生也是囡仔，因到一个年岁，甚至佫足细汉的时，大人就帮伊找婚姻啊，因为要做政治婚姻。算一个买卖嘛，讲我歹听就是买卖，甲伊嫁去另外一个国还是啥，甲人结亲情。结果呢，因为因老爸甲因老母离婚，那甚至因老爸甲因老母离婚了，伊连公主的身份拢互废除掉啊。为着要侮辱伊，因老爸佫叫伊去做迄个第二个皇后Anne Boleyn的查某囝，你看对伊偌侮辱。细汉有时间佫爱去照顾迄个Anne Boleyn生落来的查某囝去做伊的迄个。查某囝，你想看觅，这对伊是偌大的侮辱甲？你想看觅，老爸斗着另外一个查某人生一个囡仔，你该去家饲迄个囡仔，你的心理是啥物款的感受？结果到37岁，佫还未结婚，伊接位的时阵37岁，那迄个时阵较要来找对象，结果阵找到西班牙的王子，迄个菲利普二世。那其实菲利普二世比玛丽小足侪岁。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政治婚姻。那听讲，这个菲利普二世是一个足缘投的王子，后来伊是英国国王菲利普二世嘛。顺续甲大家讲，迄个菲律宾这个所在，因发现的时阵，就是为着要纪念这个 Philip， 所以用伊的名，所以 Philippines 就是纪念这个西班牙王子 Philip。但是，咱倒来讲，伊甲玛丽的婚姻，就是讲伊并无爱这个玛丽，甚至伊只是利用伊。伊无啥咧甲伊见面，那伊战争也是无钱的时阵，较会去找伊甲伊讨钱，也是来讨军队。所以对英国人来讲，因对即个西班牙国王是足介绍、足讨厌。而且伊感觉讲，迄阵的英国人感觉讲，西班牙虽然是大国，但是阮英国有家己的国家。但是因为玛丽足爱即个王子，所以因的英国变成西班牙的细汉的，所以因对即个婚姻是足不满的。那玛丽最后就伫咧国内的人民宗教上对伊不满，佫对伊西班牙的婚姻不满。那伊本身西班牙即个国王其实嘛无定伊的身躯边，伊的身体嘛无好，最后伊就足郁卒的过身啊。伊过身之后，就换伊的共爸过母同父异母的另外一个小妹，也就是
Anne Boleyn 伊个查某囝 Elizabeth 伊丽莎白一世，伊是伫个1558到1603年在位非常久的一个皇后，其实真即个历史咱讲真考世亨利八世。伫个伊亨利八世想各种办法带Anne Boleyn，伊本来是望讲伊巴肚会当生一个后生互伊，结果生出来伊看到是一个查某囡仔屁的时阵，伊其实是足失望。那后来嘛用理由来甲伊离婚，甚至伊佫甲 Anne Boleyn 抬头，伊感觉讲你生即个查某囝根本就是弄，我想办法离婚带你，就是为着你巴肚生一个后生，结果你竟然生一个查某囝，那伊后来佫斗着别人，伊就甲伊抬头啊。天啊！好，那结果无想到讲，即个查某囝后来就是咱轰动武人、惊动万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吼，真正是足了不起的一个女王。对。那伫个宗教上，对遮你就会当看会出来讲，伊足巧的一个所在。伊看到讲头前为着新教、旧教两个在安尼扭来扭去、抬来抬去，所以伊就选。其实伊的心理上，伊应该是较活新教的。但是伊就无爱讲明讲我是新教啊旧教，伊讲两个拢是我的英国的子民，两个我拢爱，所以伊无表明讲伊是倒一边的，就变成讲两边的人拢袂介意对立安尼，用即种方式来去，互伊的国家会当慢慢甲做伙。婚姻上伊佫愈厉害，我有时咧想，有可能是讲因老母互抬头的时阵，Anne Boleyn互抬头的时阵，伊才3岁，伊可能其实。阮囝4岁，其实3岁囡仔加减仔嘛知影。你大汉加减仔人嘛是会甲伊讲嘛，3岁时就看家己的老母互刣死啊，佫看家己老母娶某离婚、刣某，佫娶某、佫刣某、佫离婚，有诶无诶。其实我感觉伊对婚姻应该是真惊赢，佫甚至因姐姐西班牙只是要利用英国诶即个资源来，对因姐姐并无爱，但是娶玛丽利用因英国，所以。伊可能对婚姻嘛足惊伊个，所以其实伊伫咧英国诶历史上，伊是无结婚诶。伊诶正式诶讲法是讲，我甲我诶性命嫁予英国啊。所以伫咧英国诶历史上是叫迄个 Virgin Queen 在世诶女王。那美国有一个州开发诶时阵，就用伊诶名叫做 Virginia 维吉尼亚州，就是纪念伊诶。但是这用咱诶话安尼翻译敢若怪怪，在世州。是啊，你若拄着一个人讲，你敢是在色诶，安尼都无在，安尼我会啊，则佫有在色航空，在色电话公司，对啊，在色电话公司咯，迄个比赛。我觉得你会笑死诶。对啊，所以，咱若是叫 Virginia 好啊。对。那甚至即个 Elizabeth 一世吼，原底伫咧因迄时代，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邪赢的国家。那英国一直有一寡所在咧甲伊架关，结果惹着西班牙。迄阵西班牙非常厉害，就是因诶无敌舰队吼。因就有一道，因其实迄阵西班牙无啥物海军，因是世代船，因就拢一直咧劫西班牙诶船，因为西班牙迄阵伫咧美洲。开发美洲有足侪资源，包括载迄金银财宝倒来啥，因就一直用迄船去甲因劫伊个船，劫到迄个西班牙足袂爽诶，阵用迄个无敌舰队要去拍迄个英国。一方面是好运，那一方面嘛是气候。人讲也着人也着神，因真好运诶拍赢即个无敌舰队啊！这伫咧英国历史上是真了不起诶代志。伊在位诶45年，甲英国慢慢对一个相对较落伍、较弱小诶国家变成一个强大诶国家。这是亨利8世诶3个查某囝诶3个囡仔诶故事。以上。因3个囝真正是真了不起，伫即款诶乱七八糟诶一个家庭关系内底，竟然会当活到遮安尼。佫无歪去，真正是真厉害。纠正你讲诶，我感觉是乱七八糟诶老爸尔。对，乱七八糟诶老爸尔，对。你看，迄个 Elizabeth 甲 Mary 伊诶老母，一个是我诶老母和你诶老母逼甲离婚，一个老母是我诶老母和我诶老爸刣死，感觉这家庭无足正常诶。系啊，对啊。但是我想讲，迄个时代应该拢无人会甲查某人
当做人来看待啦。迄个时代诶，查某人可能拢是较济拢是互看做财产较济。是啊。迄个时阵，嘿，我感觉其实我插一个，其实我感觉台湾就算足尊重查某人诶。安那讲记一个吼，台湾有一个政党，因诶头人要来出来选总统诶，有讲淡水阿嬷甲伊讲诶。最近就新竹诶一个妈妈讲，甲囡仔嫁妇而已诶。啊，搁一个全台湾上好个人要选总统，讲是妈祖新明甲伊讲要选起。你看，阮台湾查甫人真正是全世界上尊重女性诶。好，我讲到这里继续开始。好，那呢，咱即个部分就讲到遮啊。好，安尼咱就到遮啊，咱就来甲大家即个会。毋是会系列，甲大家讲一个 goodbye 哈呢。好，最近讲会系列就敏感。哎对。今仔日做欢喜迄个西冲来咱的节目，啊，我今日听故事嘛，听啊足欢喜安尼。对，我会记得伊顶届阮对因台湾时阵有邀请伊来阮兜食饭，他们互囡仔做伙耍。哦，伊一个讲话，哦，真正是足像迄出去佚佗的导游安尼，讲话。2-3句都要用一个4句连。等下西冲毋是导游吗？我以前是，疫情之前是。对，我会记。这个讲故事嘿哦。安尼感谢阿冲今日的分享啊，希望大家听有心爽。安尼咱就到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多谢。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